好在天气真寒，台南南西的梅岭目前这梅花已经开花3到4成，平英过搁较早开花。梅岭协会就讲，这可能就是食物为着要适应天气所调整出来的结果。也毋过，若想要看满所的梅花，可能就要等到12月底，甚至是元旦。 游客透早来到梅岭五龙步道，伫咧路边就会当看到规大片的云海，是真欢喜。而且伫咧梅岭上界出名的梅花嘛，已经提早开，白色配黄色的花，伫咧风中海来海去，特别水。游客拢总停落来，赶紧摕手机内底相机出来记录美景。哦，非常的美，好像人间仙境。哦，我们好像走到玉山的顶点了。哦，太开心了，又可以看到梅花，这么美的梅花。还没有很美，很美还要改天。对，再2个礼拜吧。 目前伫咧海拔大约750公尺悬的所在，梅花已经开3、4成。今年比英国搁较早开花，提早到12月中就开花。长期咧观察梅花的社区总干事柯宏文嘛讲，这是10外冬来头一届发生。可能这个有年的迄个干旱，甲迄个今年年初的干旱吼，互这个咱梅仔树，伊感觉就是伊自然机制调节啦，所以互伊提早开花。上好超12月底至1月初，然后来就是爱行有龙步道这抓，因遮有花梅仔园的专区，遮有几百公顷的梅仔花好看。柯宏文分析，可能是因为旧年甲今年年初的可汗，互食物自然来调整开花时间较提早，而且说落来天气嘛愈来愈寒，大约12月底到正月期间，梅花就会当开到8、9成。记者台南报道。